空祖庙，300外栋空祖庙专台修学，学什么？地学清冷日治中华民国搁再治，治到呾身份煞茫茫渺渺去。出入的在地甲外客已经毋知影，即间国立的大学教册读册拢是用台语。四书五经全是中国的开口，国税交流拢是上古的声哨。李太白安尼念：知字为知字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啊。毋过孔子讲凡事安尼讲，知就知，毋知就毋知，正讲的知影就是安尼来。字一般古早的汉文汉诗，伫台湾咧念甲吟的时，拢是用文言音，也就是汉语的随同中国音。第7世纪到第10世纪，毋过孔子讲翁仔某咧讲话，也是甲学生仔上课咧念的是上古音，甲目前台湾日常生活咧用的白话音真相共，所以千万毋通讲文言音读册音较文雅，白话音较粗俗较无水准。咱颠倒爱安尼理解，读册人的文语实在是对白讲仔散的白话生态演变出来。论真穿皮话甲内裤带吟诗的，爱甲穿浅拖仔步槟榔摸破豆的行礼。